你有冇發覺做運動嗰陣聽住歌會更加有效率？有研究指出，聽住節奏明確、節奏較快嘅音樂，運動耐力可以提升10至15%。特別係跑步、踩單車、健走等節奏性運動效果最明顯。原因係因為人會自動跟音樂節奏同步，心率、步頻、呼吸節奏會更穩定。120至140 BPM 嘅音樂就最適合跑步節奏。除咗音樂，運動時佩戴嘅耳機都好重要。市面上有2種技術較為普及。第一種係骨傳導耳機，使用嘅技術係通過顱骨震動將聲音傳遞到內耳，唔需要經過耳膜去聆聽。另一種係開放式耳機，同普通耳機相同，透過空氣將聲波傳遞到耳道，但係耳機唔會塞入耳朵，而係懸掛喺耳外，通常比骨傳導耳機提供更佳嘅音質表現，聲音聽起嚟更加自然開闊。JBL 嘅開放式耳機喺 Open Sound 嘅技術下，音訊仍可精準導入耳內，即使身旁有人靠得好近，都無法聽見你嘅音樂或者通話內容。而且每側2組咪，能精準捕捉人聲，再結合 AI 降噪演算法，有效過濾環境雜音。JBL Sense Pro 採用貼合耳廓外側嘅開放式設計，輕巧柔軟，長時間佩戴都舒適自在。運動時可同時感知周遭環境，安全又安心。配合風阻技術，大幅減少空氣流動對收音嘅干擾，即使喺嘈雜環境都保持清晰通話。無論運動定通勤，出門都用得放心。